将士请起。把他们解开。太后，解开。诸位将士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何从军？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魏冉将军，你不必带他们回答。听声音，明明都是口不对心。为什么要造反？让你还位于大王，请回干相，与诸公子罢兵。朕当者，就真的有违天意？银华、甘茂等人的主张，就真的这么受人拥戴吗？你们当初当兵，必定不是为了造反，你们沙场浴血。卧冰尝雪，千里奔波，赴汤蹈火，为的不仅仅是效忠君王、保家卫国，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让自己在沙场上挣来的功劳能够印及家人，为了让自己能够建功立业、人前显贵，是也不是？今日站在这里的，都是大秦的佼佼者。你们是大秦的荣光，是大秦的倚仗，是也不是？是。我大秦曾经被人称为虎狼之师，令列国闻风丧胆。可就在前不久，五国陈兵函谷关外。可我们却束手无策，任人勒索宰割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的虎狼之师呢？我们的王军将士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大秦的将士，曾经是大秦的荣光，可如今却是大秦的耻辱。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们不曾迎敌为国而战，却在王位相争中自相残杀，这就是你们的作为。曾经，商君之法约定，只有军功才可受爵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复无所荣华。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遵商法，要恢复旧制，所以派人来杀我。你们也不情愿，也不想实行新法，是吗？为何你们站在了靠祖上余荫吃饭的旧族那边，自愿成为他们的鹰犬，助纣为虐，使得他们随心所欲，胡作非为，使得商君之法不能推行，兄弟相残，私斗成风。你们的忠诚不献给能够为你们提供公平、军功、荣耀的君王，却给了那些对你们作威作福、只能赏给你们残渣剩饭的旧族们，是吗？将士们，我承诺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。任何人触犯秦法，都将受到惩处。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。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，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。你们有多少努力，就有多少回报。你们可以成为公士，为上造，为不更，
为左庶长，为右庶长，为少上早，为大上早，为关内侯，甚至为彻侯，10亿万户。你们敢不敢去争取？能不能做到？我们能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，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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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！臣有罪，请治臣的罪。请治臣的罪。你们有罪，但你们敢于认罪，你们个个都是勇士。我此刻不治你们的罪，我要你们去平定内乱，去沙场上将功折罪，做得到吗？臣做得到，臣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得到。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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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茂去了雍城，是，蒙敖将军出手说甘茂是刺杀太后一案的首犯，所以他就仓皇出逃了。哼，去了也好。太后此言何意？甘茂是朝中老臣，树大根深，若留在咸阳，定会不甘寂寞，时时煽动朝廷故旧与我们闹事，让咱们眼前不得清静。这下他走了，倒是成全了我们。甘茂此人自命不凡，而芈姝与公子华之间本来就貌合神离，如今又添了个甘茂，只怕他们勾心斗角的机会更多了。这样才好。眼下我们先不攻打雍城。司马将军，朕命你领兵南下平定巴蜀之乱。遵旨。魏将军和白将军，我要你们分头去平定那些在咸阳周边趁乱聚集起的小股散兵游勇。我要咸阳100里之内安然太平。臣领旨。至于那些各立山头的公子们，平日里他们只懂得争名夺利，却不知守望相助，恨不得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对手。等我们整肃完内部，准备好粮草，再一一收拾他们，绝非难事。太后，魏夫人她出逃了。什么？她跑了？她在企图混出咸阳城门的时候，被守城官兵抓住了。你们说说，该对她怎么办？幸亏抓住了，有魏夫人在我们手里，银华投鼠忌器，也不敢过分造次。甘茂去了雍城，魏夫人也想去雍城。看来这雍城真是个好地方。去，带魏夫人来见我。是。太后，
魏夫人来了，见着太后还不下跪？不必了。木心，在。给魏夫人烹茶去。是。你已经抓到我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不必假惺惺的。魏夫人说的奇怪，我为何要杀你？坐。你与公子华已经很久不见，骨肉相思是人之常情。只是雍城离咸阳路途遥远，四乡因兵乱而匪贼横行。魏夫人只带一个奴婢便上路，未免考虑不周。至少该有车马相随，侍从护送。你什么意思？朝廷可以派人送你去雍城。送我去雍城？对。公子华是我大清难得的人才，又是先惠文王的长子。只要魏夫人去了雍城，劝说他解散叛军，恢复秦法新政，一切就都好商量。怎么好商量？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归顺朝廷，我和大王可以既往不咎，不废称号，不夺封地，委以重用。怎么，魏夫人，你不愿意？臣甘茂拜见惠后。甘相快请起。我等苦盼甘相，如盼甘霖，如今得到甘相前来相助，实在不胜欢心。芈月要将大秦带到衰亡之路，我蒙两代先王恩惠，不能不站出来啊！甘相所言极是，那芈月倒行逆施，你我当然要同仇敌忾。去，给甘相上茶。是。请。惠后或许不知，与我前后脚来到雍城的还有一人。谁？公子华的生母魏夫人。他怎么来了？谁让他来的？公子。母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母亲受苦了。华儿，快快起来！华儿，母亲，母亲逃出咸阳，平安到达雍城，真是孩儿的幸运。华儿这话错了，母亲是被王军的人马护送到雍城的。芈月？是啊，他送我来，希望我能说动你罢兵，归顺朝廷。你答应他了？我当然答应他了。母亲喝口水。花儿，母亲一心只想见你，他就算是让我跳火坑，我都会答应。不过，我告诉他，最后结果如何，都由我华儿自己做主。母亲，华儿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华儿身边站着诸位王族兄弟，背后是秦国所有的旧族。惠后已经答应立我为储君，一旦攻入咸阳城，便即刻立我为王。那大秦的明日，不是那芈月的，便是华儿我的。我同那芈月
母亲都赞同，那就要让那惠后尽快兑现诺言。你是先王的长子，德才兼备，军功赫赫，受众人拥戴。他立你为王，那是你该得的。有了这个名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领着你的兄弟们进军咸阳。魏夫人真是命好，别人离开咸阳都面容污秽、狼狈不堪，看魏夫人却衣裳光鲜、气定神闲的样子。这一路上怕是也没吃什么苦吧？惠后说得对，人该吃多少苦，都是命里有数的。上天眷顾我华儿，我也跟着沾光。依微臣看，魏夫人能来雍城也是件好事。从此公子上阵杀敌，也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。确实，由此可见，芈月能从魏夫人来雍城，那也是从善之举。你胡说什么？那芈月会有此等善心？此举或许是来动摇军心的。军心稳不稳，如今都是我华儿说了算。不管怎样，从这件事看，妇人之仁，免不了要做舍本的生意啊。魏夫人从咸阳来，应该知道咸阳那边正在整顿兵马，筹集粮草，准备对付朱公子。眼下战局焦灼，不知诸位有何打算？想必甘相也知道，这雍城乃是大秦宗庙所在，这里旧部力量强大，对我部一向倾力支持。我们与咸阳那边已有大小几战，各有胜负。如今甘相也来到雍城，说明人心所向，众望所归啊。昨日和母亲商讨后，想做一件大事。请说。咸阳那边与我们是王位之争，也是一场名分之争。母后是嫡母，而芈月那妇人的身份却只是个八字。虽说公子季有先王遗诏，但母后信誓旦旦说那遗诏是伪造的。可如今，却让那芈月之子矫诏登基，误导天下。若我们也能在雍城宣告登基，就可传召天下，号令父王的旧部老臣倒戈。兄长得陇望重，为我大秦之王，乃是众望所归。华儿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，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应当知晓，在母后心中，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。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，是因为我们聚集了朱公子的势力，人马兵力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。朱公子虽威望才德远不及你公子华，但他们人人皆有争位之心，王位空置，可以使他们戮力同心。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，朱公子心生不满，只怕你公子华会成为朱公子的敌人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让我华儿无名无分，出生入死。母亲不必多说，你们该知道，我嬴华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，我只是为母后抱屈，不忿那芈八子以伪诏发号施令，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。华儿为母后着想，我记在心里。其实母后也巴不得你公子华立即登基，运筹帷幄，号令天下。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。从长计议，惠后此言诚恳，以臣之见，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。只要惠后在，朱公子为了示好惠后，便会听从我们从雍城发出的号令，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。好了，此事就商议到此吧。
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，他们都是虚情假意，用好话来蒙骗你的。孩儿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想让我带兵进攻咸阳，我却偏偏在雍城按兵不动，看他们能怎么样？不知道你急什么，干嘛不等身子好利索了？魏冉、白起他们在阵前厮杀，我却在这儿白吃白喝的。可你身上有伤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好了。你这伤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愿意。眼下我就是想把你割让给韩国、楚国的城池土地都拿回来，省得那些老家伙们在朝堂上鼓噪个没完。别的倒也罢了，那连接巴蜀的上庸之地，是秦楚必争之地，凝聚着几代秦国君王的心血，由我手里交出去，的确心痛。你放心，他们拿你的东西，翟离让他们加倍奉还。刀剑无情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这次只是去巴蜀给你们司马错将军做援军，风险不大。再说了，在当今世上，能在战场上杀死我翟离的人，还没出世呢。等我回来。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幸亏义渠君走了，不然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麻烦。母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继儿闭门思过多日，母后也该消气了吧？继儿刚刚得到通报，说楚国使者来了。这么说，荣舅舅来了，他正在驿馆。母后什么时候召见他？傻孩子，什么召见？我们即刻就去见他。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人在哪儿？禀太后，在里面。蓉儿，蓉儿，姐姐，蓉儿，姐姐，我一直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封爵，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水中捞月，最后还是多亏了姐姐。知道你在楚国受苦，能熬到今日，很不容易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多次在梦中惊醒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亏得少司命垂怜，鬼谷和娘亲若是知道我们能团圆了，说不定有多高兴呢。继儿从前有个冉舅舅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荣舅舅，义渠那边还有个白起舅舅，秦国如虎添翼。母后和我的确是荣幸至极。等继儿回到宫中，一定命人在少司命面前多焚一炉香，谢少司命庇佑。雍城那边这几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，眼下秋粮丰收，王军征兵买马，草粮充沛，义渠军相助，司马错在巴蜀平乱顺利。诸公子当中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已率先向朝廷表示归降，其他公子也有人悄悄向朝廷表示了归顺之心。因朝廷下旨，凡宗室旧族支持公子们造反者，一律取消绝禄和暗吏功绩，
旧族们开始与叛军疏远，朱公子闹事的气焰日渐式微。楚离子，你看呢？是时候了。好，你是大宗伯，掌管宗室之事，平日里又与众公子们多有来往，就由你即刻写信给朱公子，就说大王与他们本属骨肉至亲，他们割据造反也是为了自保，所以既往不咎。大秦儿郎不能自相残杀，徒为亲痛仇快，请他们回咸阳共佐大王。若不肯归降，就以叛逆之罪行征伐之师，到时候就后悔晚矣。是。这是刚在边关截获的会后敏书发给大王的信函。不好好的待在咸阳养病，却跑到雍城来谋反。眼下秦楚联姻在即，这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此刻，我可不想听到任何会影响我家紫兰和秦国联姻的坏消息。是。莲儿，蒙将军，当真要冒险去雍城？蒙敖，承太后不杀之恩，悔不该当日做出那些糊涂之事。眼下雍城的旧部仍然在走我以前的错路，蒙敖不忍看兄弟们自相残杀去送死。若能劝他们归降太后，于公于私都是好事啊。好。待你事成之后，我与你豪宴痛饮。魏将军，信得过我这个曾经的罪人？太后都赦免了你，又重新委你以军职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？末将告辞。后会有期。你八子在宣誓殿已经坐稳，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可那公子华却以各种口实百般推诿，至今按兵不动。咸阳正在调集兵马，要征伐朱公子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收拢人心。我想以会后之名通告天下，请朱公子到雍城聚集，由公子华为主帅，共讨咸阳贼兵。好，就照甘相说的这么去做。恐怕朱公子们见不到好处，不肯来呀。甘相以为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好处？粮草、钱财，还是封地？这些好处得统统拿下咸阳城才有。眼下就是两手攥空缺。问题的关键还在银华。这个银华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我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权衡轻重。看来这次我是不得不给他了。大战在即，会后必须速做决断。母亲，会后准备即刻下诏，立我为秦王。会后要立你为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盼到这一日了！
华儿，你是大王了。你当了大王，出征讨伐贼子，也好出师有名，号令天下，招抚王军归降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华儿，你是大王了。母亲，你是大王了。诸位将士，我银华临危受命为秦王，肩负社稷江山之重任。芈氏母子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。我与王弟们联手，征伐芈氏。诸位若能助我成就大业，当裂土封疆，绝不相负。谨听大王之命。寡人绝不负诸位爱卿今日之功，为旗开得胜，干！你们跟着我蒙骜出生入死多年，我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像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，要么就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庶子幼子，要么就是没名没姓、没有好祖宗的平头百姓。就算公子华他得了王位，他还是恢复旧制，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今秦人陷于内乱，我们与其给那些宗室旧族做鹰犬家奴，还不如去投效一个能够给我们公平的君王。至少心里头明白，我们拼死拼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障？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将军的。朕得到消息，公子华自立为伪王，恢复旧制，倒行逆施。另外一些叛乱公子的兵马也已经开始向雍城集结。我大秦王者之师95之尊，从今日起，我等将征伐诸公子之乱。楚礼吉，臣在。朕命你亲自起草讨伐檄文，将尹华等人背道逆礼之罪昭告天下。遵旨。尤瑞，臣在。你为中军主将。遵旨。白起，臣在。你为中军先锋。遵旨。魏然、李荣，臣在。你们各领一支人马，分头为左军和右军。我要你们依我的旨意，听从雍大人调遣，征伐雍城之叛军。遵旨。望尔等齐心协力，共同剿灭叛军，保我大秦一统江山。臣遵旨。真冷啊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捷报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捷报！司马错将军羽翼齐军平定蜀中之乱！司马错将军羽翼齐军平定蜀中之乱！
的药一点用都没有。太后，您消消气，这兵来如崩，兵去如灯，急不得。我不是急，我是恨呐！樱花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他也能算是一个大王？不但朱公子没有几个甘心跟随，就连他自己的将士都拢不住。这芈月的兵马刚要打来，自己底下的将士就散了一半。平日里天天围着我转，这10天半月人呢？这人都干什么去了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惠后，如今王军已兵临城下，咱们得想想退路。退路？往哪儿退呀？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靠不住。我往楚国写了多少封信，没有一封回信呐！没有一封回信呐！珍珠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鹤顶红，惠后，你得给我备着，到时候放在手边，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。惠后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凤冠。大王真是孝顺，让雍城最好的缝纫绣娘做出来的嫡衣，一点不比咸阳宫里头的差。这会不会僭越了规制啊？夫人是大王的亲生母亲，就是该让天下知道大王心里头最敬重的人是谁，免得人前人后让惠后压了夫人一头。快扶我起来！夫人，王军已经开始攻城了。大王，南门也兵力空虚呀，北门也快顶不住了，损失惨重啊！是啊，大王，大王，速作决断呐！大王，大王，王军已经是魏雅和白起的人马已经破城而入了这大王，怎么办？大王，莫慌，你们几个快随寡人冲出去！是。杀出去！是。先生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魏国。
知本王心性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杀进雍城了。公子华呢？该相呢？公子华生死不明，该相也不知去向。惠后，我们快走啊！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？给我，给我！惠后，惠后。别在那装模作样，请吧。夫人，夫人，王君来了。夫人，花儿等急了，快把我的笛衣拿过来。将军，夫人，快去。笛衣。起来，换上笛衣，帮我把头发梳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彩萍，你听，是花儿。车马依仗的声音，是花儿的人马来了。花儿特地派人来接我了，夫人。夫人，你看呀，花儿用的是王一鲁柏。魏家盾，威风凛凛。我花儿，我花儿当上大王吧！快帮我把笛穿上！快！
禀大王太后，我王军攻下雍城，生擒公子华和芈姝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臣恭贺大王，恭贺太后，兴许大秦社稷，从此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，万国来朝，千秋太平。自此，在秦武王嬴荡死后，被史书上称为季军之乱的秦国3年内乱彻底平定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8乡4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。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枉死几万兵士、数十万庶民，亦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楚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
死啊！太后，义局君回来了，快请。是。我的野马驹回来了。想死我了！说说，我走的这些时日，你可曾想我？日思夜想。都想什么了？想你会不会受伤？那你看看伤没伤？我怎么知道？简单呐，你亲手为我解开衣袍，不就什么都看见了？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哎，你先避一避。你我之间有什么好回避的？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，但男女之情还是不太懂。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他还不懂啊？就当是为了我啊！快，快！哎呀，快点啊，等不及了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哎呀，都是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母后，我来这是想问您，您真的要将那些造反的王兄们通通处死吗？是。那怎么了？可他们都是父王的儿子，也是我的手足兄弟啊。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他们是先王的儿子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他们许多人并非是你的手足。此话怎讲？请母后明示。手足是什么？是互相扶持，互相依托。但他们只是磨得雪亮，互相厮杀的刀刃。这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。你父王在后宫中有不少女子，这些女子给你父王生了不少儿子。他们一出生，命里便注定，他们彼此之间会争斗不止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，谁不指望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人？为了他杀戮无辜，绝不手软，这还算得上是手足吗？可是，像父王和处离子那样的兄弟，不也很好吗？他们是兄弟，但他们更是君臣。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，为君者爱护臣下。这样的兄弟，我已经给你留好了。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，屈应人的儿子公子雍，他们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你。你能够有几个这样的臣下兄弟，足矣。母后，再给那些公子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。这几年之中，无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，入朝归来，可他们都拒绝了。这几年里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扩大地盘，招兵买马，穷兵黩武，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，法度废弛，农田荒芜，人心混乱，多少性命葬送在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。这是他们的大罪，百身莫赎。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就可以免罪，那还要秦法何用？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，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，他们会说母后不仁。哼！天下人要围攻秦国，还欠理由。若因为怕，就畏首畏尾，自废手脚，如何执政秦国？再者，既然这不仁的罪名一定要有人背，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。记得小时候你爱吃鱼，母亲总替你将鱼骨挑了。眼下母亲就把它们视作是鱼骨，等有一日你亲政了，就不会被这些鱼骨哽住喉咙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天下人敬慕的仁义的大王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是王族，人言千金之子，不死于世啊！矫情！不死于世死在哪里？有人谋逆，明明该死，却要我假意仁慈，
发配他们到乱军之中，然后暗使手段，或下毒，或坠马，或落崖，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。我偏不，我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用国法杀他们，名正言顺，以儆效尤。我也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言出法随，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矫情伪饰。你还有话，一并说出。母后光明正大，那为何要与那义渠君？和义渠君如何？苟且吗？你终于问出来了。母亲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。你知道，义渠君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他对我有恩。母后，有恩报恩就是了吗？您为何非要与……不仅有恩，我们之间还有情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当年你父王的魏王后死了，他再娶楚国公主。那燕王的原配死了，又再娶你大姐姐孟莹。无人侧目，无人惶惑。我和义渠君年貌相当，情投意合，他关我寡，合乎天伦礼法。可偏偏就是有人不容。可父王怎么办？你父王的墓中葬着魏王后和许多故去的妃子，他在那里并不孤独。母后可为我想过，那些人指指点点，就把他的手给砍了。难道母后，您能把天下人的手都砍了吗？天下人多少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哪有功夫理会毗邻榻上睡着的哪对男女？继儿，过来，坐到母亲身边来。过来。我的继儿长大了，继儿成年，就该慢慢懂得母亲了。母亲一生周折，亲人寥寥，珍惜眼前所有。但继儿记住，无论何时何事，母亲都不会弃你而不顾，弃秦国而不顾。继儿知道母后的不易。说到阴阳相配，乃是天地之大理。继儿成人，是时候要为你娶妻了。我为你许下的王后是楚国公主，人贤淑漂亮。一会儿我就让人把画像送到你宫里去。不用，儿臣的婚事由母后做主，儿臣先回去了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天渐黑的时候下雪最冷。在燕国时，寒冬难挨，亏得有义渠君送的皮毛，魁姑把它们做成了袍子，继儿才能熬过来。月儿放心，以后会日日出城狩猎，让你和继儿日日有不重样的新衣穿。好，你出门狩猎，去获取百兽之身。我此刻要出趟宫，去收服老臣之心。太后，外面的雪还不小，等雪停了吧。我刚回来，明日再去吧。这事等不得。何况你也知道，出门打猎若天气不好，反而会有意外的收获。
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。恭迎太后。拜见太后。仙儿、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敲门，是我，芈月。太后，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，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。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朱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。纵然是王孙公子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。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，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。但谁作乱，谁作死。嬴氏家族的子弟们，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去引导他们。安分做人，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。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；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
香儿，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，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手冷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太后这是在吹楚曲。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，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。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起得好早，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太后，
还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。我们在燕国时，极冷的天气却买不起炭火，几次差点冻死。楚离子，坐。你们两个也去取暖吧，让我的侍从送些热姜汤和早膳给太后。是。还是楚离子想得周到。老臣可不愿意做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。你对我有怨气，却拿我没办法。老臣自然没办法。老臣不及太后。你何事不及我？老臣聪明不及太后。错。若论聪明，世人都说智如初理。你不聪明，谁还敢说自己聪明？太后取笑老臣了。我的确不如你聪明，但你却拿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，吃得了辛苦。我虽出身王族，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墨守成规，也不怀挟偏见。我既能一致决生死，又能一笑泯恩仇，这些你都不如。楚离子，你聪明，但你又太过聪明了。未虑胜先虑败，未虑得先虑失。你的聪明害了你。我要除掉谋反的公子，你心痛了。我不跟旧族们妥协，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，你怕开罪了他们。我要凭功论赏，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。我刚刚针对顽症痼疾略施药时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营视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渡国害民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，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你可敢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他们趁人之危，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，就要如何还回来，并且要加倍奉还。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。不是？怎么知道？好，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，不敢说天下奉秦，老臣只盼望秦国
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。楚离子还是心有宏愿的人，天下凤起是秦国的必将成就。或许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，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到。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基业，我与你10年为期，如何？老臣敢为太后鞠躬尽瘁，使太后为先下宫惠文王。可如果10年期到了，太后没有实现承诺，那太后就退居内宫，不能再行干政。好，君子一诺。好，老臣与太后即按3下为约。公元前305年，叛乱七公子在咸阳伏法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醒醒！母亲，我来了。大王，我来看你了。记得那一次，你带我出游，拜谒商君之墓。当时我糊涂着，我想你既然恨他，为何要祭奠他？你祭奠他，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埋在荒山之中？可此刻，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。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有一日，他的幸福却不知不觉的会成为了你的幸福，存留在你的心头，在你的血脉里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杯酒就敬给那个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，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。我曾经爱慕于你，依恋于你，视你为父为兄。你对我有桃李之交，开导蒙昧之恩。尽管妇人之情与你是最看轻的，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，但你却给了我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你，谢你使我自重自信，从不妄自菲薄，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。
这第3杯酒有些难了。我一直问自己，倘若你在世，是否会情愿拿你那7个公子的性命，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，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？我狠心做了一件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，但若是不做，只怕秦国就要为难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是想对你说，我所谋划的，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图霸业。有朝一日与地下相逢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无愧于你大王嬴驷，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秦国先驱的亡灵。木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他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印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印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归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，你都赢了。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
放个连环屁。我是狄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我已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？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狄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。你是不敢杀我，我是狄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；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。